作為全球電商領域嘅必修課 ，Amazon 自1995年從網上書店起家，而家已經發展成覆蓋20幾個國家站點，擁有超過3億活躍用戶嘅全球最大電商平台。佢從產品、輕店鋪嘅貨架式營運邏輯，透過演算法精準配對商品同消費者需求，創造出獨特嘅商業生態。2023年數據顯示，第三方買家貢獻咗 Amazon 60%銷售額，單係美國站每分鐘就賣出超過6000件商品，中國買家更加佔咗半壁江山。不過呢個萬億級市場並唔係一帆風順，平台每3秒就有一個新買家加入，但高達90%商家喺1年內消失。值得關注嘅係，中國買家當中只有7%能夠艱辛頭部陣營。大部分人失敗嘅主要原因唔係平台門檻，而係對遊戲規則嘅認知不足。要喺呢片紅海突圍，必須深入理解全球核心站點嘅差異化特徵。美國站優勢類目係 3C 電子、家居同園藝，競爭指數4粒星。物流要求、營運要點 FBA 物流佔比超過80%，需要注重產品創新同品牌造造。日本站優勢類目係母嬰用品、戶外裝備，競爭指數2粒星。營運要點嚴格執行商品尺寸標準同 GIS 認證標籤體系。歐洲站優勢類目係汽車配件同工業設備，競爭指數3粒星。物流要求、營運要點必須註冊 X 序號，注重多語種本地化營運。跨境電商從業者只有準確掌握各站點用戶畫像，建立合規化營運體系，先至能夠喺 Amazon 呢個全球商業競技場入面實現長效發展。今期同大家介紹咗 Amazon 嘅發展、中國買家現狀同用戶畫像，下一期會為你解讀 Amazon 嘅生存法則。訂閱 Italy 外貿電商研究院，每日一個外貿小知識。鍾意我哋嘅話點個 like 啦〜